我係紙藝藝術家 Jackie 溫以文。紙係我鍾情於表達觀念嘅媒介，紙可以係輕柔嘅，亦可以係硬朗嘅。透過不斷突破紙藝嘅邊界，創造各種不可能嘅可能。水母就好似大部分嘅女性咁，佢哋時而溫婉靈動，時而鏗鏘堅韌。喺呢個空間裏面，水同風交織埋一齊，成為獨一無二嘅創作。就好似世間上獨一無二嘅你同我。突破唔單止係想象，更係一種自我重塑。